家好，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好，大家晚安又过来到咱倒数的大家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今仔日是第一季第12集，欢迎大家参加。我是阿明，还有甲我作为主持的小嘉。咱今仔日要读的文章，计共有2篇。头一篇呢是咱8月份的这个主角，就是咱陈雷先生所写的文章。头一篇是《乡事补记》。这篇文章伫咧台湾通讯特刊582页，线顶第55期第8页。第二篇的文章是30档特刊回应，作者嘛是陈雷先生，伫咧特刊顶悬第585页。这篇无线顶的。其实咱先来看头一篇《乡事补记》。这篇文章总共有26%。敢有朋友要先来？我刚会当先来读看卖。话剧顶礼拜无听到你的声今仔日抢头香，好。而且有要甲话剧讲一下就是咱头一趴有拄着迄个第二条的所在，比如讲囡仔啦伊的册顶悬是无标这个第二条，所以这个部分都我相信应该读得出来啦，因为就是讲对迄个条伊无甲飘起来安尼，咱就请话剧先甲咱读3%安尼。多谢阿明。好，话剧请。乡事补记，陈雷。咱遮美丽岛美丽乡埔仔寮附近，自来人口无济，总是代志大大小小，个也袂少。特别是番仔田的兵营刷来了后，过去有一段时间有流行一寡古怪的谣言，毋知伫当时开始，大概是囡仔先讲的，后来大人也有咧讲，传来传去，真久传袂煞。这个关于狗甲人的谣言，第一是关系人食狗的代志，大先流行；第二是狗食人的故事，落尾才有关于人食狗这款不幸的代志。有人亲目看见，确实是有影，无人争议。关于狗食人的代志，比较起来，性质加真严重，可能也较复杂。确实，照我所知，到今还无人有亲目的证据，详细内容嘛有争议。总是埔仔寮这个所在，照我的记忆，自细汉起，就有3项物件坐。第一是埔仔坐，你去菜市仔、去园里看就知。第二是竹鸡仔坐，单阮国兴里派出所有认定的，无认定的就有4-5个。第三是狗坐，特别是外面狗来了后，无人管饲，渐渐变做野狗，非常活动。这外来狗甲人家狗，一来是教养无共，过来是社会背景也有差别，所以时常伫起狗甲狗中间、狗甲人中间的冲突纠纷。但是这个大大小小的冲突积起来，是毋是会严重到做狗食人这种比较性的程度，就有影真歹讲啦。好，多谢。好，感谢话剧替咱读头前的3%。大家敢有啥物所在想要甲话剧补充的无？一句是倒边算过来第2抓的后壁，是曲式还是啥物式啊？你若要照伊即个汉字来读，你就是曲式的。伊的汉字就是安尼写曲。有诶，你若讲敢有算较白话还是讲较白音，就是讲说是安怎。因为迄个说是安怎，迄个说就甲迄个咱华语讲迄个曲意思相像安尼。敢有有啥物所在？还有第3%、第5抓，这外来狗甲是人家狗还是人家狗？若我咧读，我会读做人家，还是讲人家，人家还是人家，拢会使。
对，多谢。好，敢还有啥物所在？第三趴，第三趴的第三纸，迄个是单单是阮国行里，嘿，阮安尼读。下骹算起来第三纸甲第二纸吼，迄是冲突。定定拢会有人甲伊读做冲突，这应该是冲突才对。好，以上。好，我来补充一个吼，拄拄话剧读的所在，就拢小可变调的问题吼。第一趴第三纸有流行一寡古怪的条件吼，迄伫古啦吼，拄拄听可能无甲变调吼。所以来第二趴的所在吼，嘛甲阮第三纸有人亲目看见。吼，因为咱册顶悬吼，伊是无即个金城符吼，不过伫个遮吼，我就会甲读金城，有人亲目看见。过来第三趴，嘛共款第三纸的所在，得加的得啊，以上拢是即个变调的问题。安尼，来感谢维克替咱读第三趴。好，无咱就搁刷落继续为第四趴到即个第六趴。无咱请迄个 MN 敢有方便？会使。好，请。就是拄好迄时国兴里的詹先生，伊是台南县文献委员会委员，有甲即种代志写入去乡史内面，变做正史。不过听讲内容加减有无清楚，立场也有偏差的所在，就是安尼。有乡亲前辈甲伊批评，表示不满，讲迄乡史互人烧圆仔汤，内容白插话一大堆。不过我有安尼咧甲想，咱遮的乡亲前辈，拢是有正业的人士，为着不阿廖的名声，应该是袂黑白讲，是家己的民主。另外一方面，乡史代表一乡。毋是写来互人消遣娱乐的物件，而且詹先生伊人我有熟悉，人格咱拢有肯定。对即点乡史所代表的意义，伊应当真有理解才对。所以为着即项代志，我孤不离将因人插的因素，四界访问，请教乡亲朋友，不管有读册无读册。问问详细，这个资料按头到尾整理一遍，写做一节乡史补记，算作是正史以外的补充资料。虽然无乡土资治迄款正式，总是写作的时尽量采取历史家的态度，用力注重文雅内容，原则上乌就是乌，白就是白，无烧圆仔汤。有即点的好处。好，感谢 MM 替咱读第四趴到第六趴。伫遮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我干那一个所在吼，就是拄则 MM 读的第六趴的所在，算伫582啊上尾纸吼，总是写作的时啊吼，迄个汉字啊吼是作吼 CHOK， 所以互 MM 参考。其他我无听到啥物，无啥物问题。我毋知影拄则敢有听毋着，毋过若像第四趴的第四纸，我听到的是批评，应该是批评。你是讲批，就是有迄个评哦？嘿，毋是 IN 是 ENG， 嘿。哦，批评的评啊吼。嘿。像拄仔讲的这吼，有当时啊，咱迄个用的迄个音啊，吼，有时啊，咱拢无法准。比如讲正经的正啊吼，有当时啊咱的用的音吼，有较无法强啦，较弱。即点就是大家要留注意。好。我想要，我有一个所在有要求。第四趴第一纸，国兴里的迄个姓我毋知要怎读。詹啊，詹先生。就是詹哦。嘿对，嘿啊，对。多谢。好，免谢字，大家敢有啥问题？若无，咱就搁刷落读第7趴到第9趴，无咱请阿阳先来好啊。好，若是论阮国兴里的德家，用啊是做头的上大尾，用啊因老母有生的时，伫田里做事，互水蛇夹着，
讲四粒来看，阁是一只双头蛇，用出世了后，一礼拜毋开手，掰开甲看，打开一手一支大布网，拢布两个头，咱家己叫做双头蛇，嘛有人叫伊就地仔。即个用的老母名做过王粪鸡，做人上古意，血头食到76，身体要勇恰恰，头鬃乌乌绵密，喙齿定定，还会无甘食，就是干那迄个目睭歹，看物件有较输人，总是伊一世人歹命底。少年来拖磨，老来甲勇带一个某伫厝。即个新妇生理人的查某囝，好骹好手，干那工课毋做，较贫惰的下死人，规日以来坐饭来卖，三顿挂点心，拢是大家咧服侍，食甲一身躯肥肥，椅头坐落爬袂起来。国行里的人看袂惯势，面头前叫伊剪裤有闲来阮兜坐，卡只后经替伊本记请剪裤，大家服侍新妇。还一点，即个新妇爱食杀目鱼，迄日中昼，甲大家讲阿母，我要食杀目鱼。本记讲爱食，来去市青青买一尾，家住寒咧，真实着去市买鱼。路年人遇着，问伊本记说，哪只骨力？透中昼毋歇困，是啥物要紧代？本记应讲，阮迄个新妇要食杀目鱼，家住内面掠一尾大尾鱼出来互伊看。自死迄时，迄只狗母带狗囝按遐看着，对伊来到巷仔底，看老阿婆一个人好欺负，总来甲住。迄本记互狗母总一个跋一倒，双骹空骹翘，着紧紧爬起来，挖一个头，鱼也无去，狗也无去，涂骹剩一骹破家住。光头白日，鱼仔互狗母抢去，太的无了有一款傲慢代志，就是自迄外来狗来了后，无人教养，品行无好，有诶会偷掠鸡，有诶会抢鱼肉，有即款治安诶问题。好，以上。好，感谢阿杨陪咱读这3趴。请问大家好啊，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先讨论的？我听到第8趴第7章，规日因为伊遐无写轻声号，所以拄则阿杨在读的时阵有改变掉。毋过我家己会安尼读啦吼，规日以来坐饭来爬以上。感谢。好，感谢小嘉。过来有甲大家讨论啦吼，就是第9趴的所在。还一点遐吼，送落第3纸，应该讲第2纸。爱食来去市青青买一尾。拄仔阿杨讲迄是青青还是迄个？这我想应该是读青青无毋对。不过我毋是要讨论即个物件吼，是要讲迄个买一尾遮大家敢会轻声我是会啦。可能大家会惯势无啥共。毋过就是我伫即个所在吼。迄个同事甲加迄个单位，我会有一个轻声伫遐，就像即句买一杯。好，大概是安尼，想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嘿，MM。我想要问一寡事，我看过。好，请讲。第7趴有遮写一手一支大布网，布网是啥物？嘿，布网你若其实也要甲敲做迄个做台语，伊个书顶无即个词啦。毋过你会当甲分开落去查，咱先来查即个布，伊就有迄个碰拍的迄个意思。你若该看网破相的意思，看起来应该就是伊手碰拍，就迄个有破相的迄款意思伫咧。就是讲手空喙有了痕还是啥物货啊？
这应该是要讲吼，有诶人就是一出事有无？因为伊头前讲用啊出事了后吼，一礼拜毋开手，啊伊发现讲伊诶手其实有加生一支，一手加生一支物件，种起来物件，都不出两个头啊咧，啊所以伊有12支诶砖头啊，阮叫伊12指。你若是要讲伊一支手有6个砖头啊，嘛会使安尼讲啊，就是迄个意思。我毋知影逐个敢捌看过，我以前是捌看过，就是有诶人伊诶迄砖头啊，就是会加一支出来呢。这就是应该是。我知影意思啊。嘿，敢若是遗传诶问题款。嘿，嘛有可能是迄个基因有问题，所以就安尼破上去啊。就是讲砖头啊，比人加一支。嘿，应该是，毋过迄嘛毋是真正砖头啊，伊嘛毋知生做啥物款，嘿，就是伊加一支出来安尼。安尼我了解啊。我阁有一个问题，就是第8趴上尾啊，迄句粪机请真躯，粪机是生理人查某囝诶大家嘛？真躯是啥物物件？真躯就是用啊因某啊，就是因新妇啊。因新妇叫真躯哦。嘿嘿嘿，真躯，嘿嘿，对。无注意看。嘿，多谢。好，袂。迄时我想要讲，其实你若找大富翁是有这事，就是英语是当，我毋知影佫有别个讲法无。毋过就是找台语内底是安尼讲。毋过我无查着咧，因为你安怎查？因为拄则是咧讲，富翁啊，我是直接查富翁相关的，伊就有大富翁。OK， 好，安尼有查着啊。砖头某的迄个意思啦吼，安尼了解啊，就是伊迄个大富翁就是大拇指的意思，富2个头啦，安尼啦，对，安尼讲我知啊。对，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嘛是有共款即款，应该讲是正头啦，吼。毋过伊敢若一支手尔，就是我有看过，拢是伫咧讲大拇指诶迄边生出来安尼。嘿，对，这我嘛捌看过。好，感谢阿阳诶补充。而且要甲大家补充就是讲，第9趴诶所在，算落来第4抓吼，问伊本基所迄个所在，本基所哪会接骨力？伫个册顶吼，伊减一个你啦吼，会落来第2条诶你，你哪会接骨力？伫个线顶是有，毋过伫个册顶悬是无，毋过这无影响，直接甲大家讲一声安尼。好，过来咱剩最后4趴。无咱请小甲咱甲读好煞好无？好，我甲伊读好煞。本机转来厝，真久看伊入去灶骹一步，也无捧沙白鱼汤出来互伊食，点点无出声，也毋去问伊，坐蹛门口等。一时用转来，手里掼一包肉，踏入门，伊大声甲哭，目屎大粒流细粒滴，凄惨落魄。用奇怪，问伊啥物代？真躯讲，我要食沙白鱼。用讲，要食沙白鱼，叫阿母去买，哪会着用哭的？真躯目睭热红红，互用看，讲阿母毋互我食沙白鱼。用听了无欢喜，我入去灶骹看，老母伫遐在煮番薯汤。用问，真躯身体无用，哪会煮番薯汤？毋煮沙白鱼，本机讲鱼互狗咬去，一骹破家住，摕互用看，用骂老母，狗某来抢，你袂甲伊拍，真是一个大人抢输一只狗。迄真躯坐伫头前，听大家在互人骂，愈哭愈大声。咧因翁无路用的查甫人，敢若会晓欺负我一个，用无因伊，手里迄包肉摕互老母。讲无鱼换煮肉，看爷迄番薯汤，心内想，当好你食恁爸鱼，恁爸食你的肉。即句话是安怎讲的？你甲看，咱饭仔寮南边有一棵竹仔林，叫做顾死林，内面野狗牵群结党，偷鸡肉，出出入入做收伫遐。这个用有时爱食狗肉，就去遐当。拄好迄日，互伊当着一只狗，讲死拖去伫溪里抬洗清气。狗肉溜溜做一大包，
赶转来厝里，要互老母煮。所以讲，你食恁爸的鱼，恁爸食你的肉。喷机仔偷开看，内面一包肉红光光，火水还在叮。问勇阿讲：阿弥陀佛咯，这肉青青，火水叮叮，是猪肉还是牛肉？勇阿毋敢互伊知，因伊讲：阿母，太会安尼讲，咱拜佛无食牛，要倒生牛肉。这猪肉是阿孙啊遐特别注文的，上盖好分。本机仔目睭输，猪肉狗肉看袂真，讲有影才好分，正甲无半滴肥的啦。连伊一骹狗肉煮好，芳芳芳一碗大大碗出来，放伫新妇面前。好咧，劝伊讲趁小食，迄新妇一看，规碗公肉也无鱼，大声骂，明知影恁爸要食鱼，调猪煮这肉。伸手掰一个，一碗狗肉恰恰倒，碗公公公破，又搁哭。勇啊无伊的法度，袂堪得吵，头挖的倒出去。前躯啊看迄翁拄入门来，又搁出去，坐伫医疗顶面。恁爸一个人规日伫厝里，袂输得酒馆，有才调做你免转来。好，以上。歹势，我若是要笑，一点仔好笑。要处理啊。好，感谢小甲一个所在，就是伫个第10拍的所在吼，倒边这边吼，算起来第3抓，差一字意思无共的啊吼，就是狗母来抢，你袂介意拍吼，拄听小甲讲你读做你袂介意拍，吼，就是迄个 KA 第7条甲 KAP 警察伫遮。你若中吼卖迄个卖后壁想一个晓，你袂晓介意拍。好，感谢。就是即款意思。大家敢有啥所在要讨论？若无，咱就搁继续刷落读，对14拍开始。咱来留观察进度，所以头一个中文，对，我来读，我甲读到20拍好啊。勇啊，一骹步踏出门去，一巴肚的气无通透，沿路行，沿路错干桥。无张蹄一通来到金喙所遮，这金喙所一支喙2排金喙齿，金仔当拢是金鸡仔甲小菊仔陪人客趁互伊的。看到勇啊，大声不加叫，勇啊，缘投送，一久无来坐，阮金鸡仔等你无，饭也袂食，茶也毋啉，一手揪咧就甲拖入去，大声吼，金鸡仔，恁勇啊来找你。金鸡仔伫房间内听着。一碗公面，食一半囥咧，外衫无塌就出来。勇啊，看金鸡仔，电火的球头章，白粉的金甲头，红粉的胭脂面，10分的肉感芳味，心内郁卒消一半。又搁迄个金喙所，迄支喙金仔做的，比袂甘食的小姐搁较甜。讲话就是要互人客欢喜，人客若来食2杯酒，3句话，处理的差别就袂记了。就是安尼，勇啊来找金鸡仔有2款的日子，一款是博缴赢钱欢喜的日子，一款是处理甲情绪冤家生气的日子。金喙所看勇啊，酒一直啉毋讲话，知影又搁是处理甲情绪冤家的代志。问伊，阮即个缘投送，真是情绪规日甲你顾条条，毋甘放你出来。勇啊海头，阮处理迄个差别，一日无食杀肉鱼就会死。金喙所讲，哎哟，敢有影？若是一日无鱼，食肉嘛是好。勇啊，吐大气！你毋知，阮前躯惊肥毋食肉，电狗肉一碗煮好好，放甲面头前，伊嘛甲你恰恰倒。金喙所讲，呾你莫讲迄无诶，咱遮不了要倒生狗肉，安尼一句来一句去，滴滴答答，讲甲勇啊，亲像在吞消气丸，食无气散。腹肚内的气消灭了，心内安尼想，我厝里迄个情绪平平是一个查某，好日歹日出门入门，毋是礼就是骂，实在甲金鸡仔比起来，一个是柴苦的骹桶，一个是肥做的花干，哪会比咧？哪想哪讲？金喙所，我厝里迄个骹桶，若是一日歹话减讲一句，好话加讲一句，就袂看我会死。这个金喙所正牌老长头，手腕第一流，
即款家庭内面查爸甲骹桶的问题上该了解，笑嘻嘻就甲因哪有迄个影。恁前躯啊无性无地，人好，上该温顺，大家学咯。心内讲，戆囝，若无安尼，恁爸遮小姐要趁啥食？如果讲，哎哟，看你安尼生，热到大粒汗、细粒汗，今日啊，阿母做一条凉巾仔来，互你甲用啊切清凉，洗一个目尾，门拐咧出去。打即个阿婆找你讲阿母，嘛毋是咱普通厝里得叫的阿母，意思是方顶界趁食查某叫老长头的称呼。今日啊，做凉巾仔甲用啊切身躯排啊骨，切了爽快，用啊倒伫凉树仔顶。目睭刻刻就要困去，金起头壳压落来，拄我来用啊耳仔边闹两句细声话，用啊听一个目睭做一个紧起来，问伊敢有影？金鸡啊加弹头，用啊讲你毋是咧讲耍诶？金鸡啊摇头，搁问伊真是有心啊？金鸡啊也笑也弹头，一支镜头啊顺直直，动用啊会排啊骨，讲是你诶，用啊行一条。凉树仔顶跳起来，目睭就甲前，镜头仔度迄个腹肚，问伊我会夭寿哦。迄金鸡仔又搁探头，喙也笑，目也笑，笑甲一个菜店查某的面，袂输热人边仔顶晒日头底开的菜瓜花。侥幸你毋知影真内面还有一则故事。咱即个金鸡仔较早是新营一月光酒家的青春小姐。No.1， 少年的时上界丰盛，毋免抹高粉，像美国电影明星迄款肉感，人客叫伊肉丸啊。不过即项生理，咱拢知影竞争上界厉害，若是30出头，甲拼袂赢20也袂出头。即个金鸡伫一月光生理做久，火头有来，人客渐渐逝去。一月光头家娘嘛是正牌老长头，看了袂使。叫伊去讲话，金鸡啊，你15来我遮，生理都也做遮坐当啊。我疼你若疼亲生查某囝，但你即马30出头啊，至少也着替家己做一个拍算。也要甲你看，咱即项到尾来，要是找一个好诶价格咧，这是头路。就安尼甲伊卖掉，互伊离开一月光。但即个金鸡啊，15年诶一月光，青春消磨去，话价就价。讲是要找一个好诶价格咧，哪有遐容易？又搁自细汉就是做即项，别项拢袂晓，有法度，又搁袂转来草地金水所食。加在咱遮小所在，人客水准毋比新营遐悬，生理也算会过伫。总是即个以后，金鸡啊时常家己会想，一月光诶阿母讲了也是有理。我即世人若是无嫁人，嘛爱生一个囝，搁艰苦做几冬啊！请囝大汉，食老才有人靠，安尼想了定着，下一个决心，有心了后，嘛无互人知影，夭寿毋知死活，家己做一个拍算。我即个囝有老母，嘛着爱有一个老爸。我遮个人客不得不切，外国饲出来一大堆，就是干那样啊较正经，对我有情，也是认伊做老爸上界实在。所以迄日样啊来，甲伊即清凉。镜头仔动伊诶排骨，讲是你诶，约爱心内想，我甲你好来好去，罔做戏，你煞来认一个真。当你遐诶人客王过溜过一大把，毋去认，好心干那认我一个，假无伊认伊。若是查甫诶，请大汉互伊读大学，夭寿这样啊，迄支喙讲直，迄金鸡啊，迄个心都过回字，一句经三话。讲甲金鸡啊，心肝头欢喜，开浮啊花，面仔转红笑过过，所以身躯的排骨讲，查甫的就生老爸，生做像你即个缘投面，勇啊听了紧张，衫塌咧爬起来，甲金鸡啊讲，我先来去一个，店面才过来，无食物就先溜咧选。金鸡嫂看勇啊走去，入来房间看，金鸡啊家己一个坐伫遐心神。问伊勇啊，太无食物就走去。金鸡啊，戆戆啊笑。伊讲囡仔大汉要互伊读大学。金水嫂问：当你是伫讲啥话个？掀伊的裙起来看，夭寿真是碰碰有伫大巴肚，
上无嘛有4、5个月啊，青公问伊，啊你是安怎有诶啦？心内骂，你即个老灵婆，恁爸要你来做生理，毋是要互你生囝读大学。笑面讲，哎哟，今日啊我囝，哪会无较早甲阿母讲，阿母甲你照顾，你年岁较有，毋比少年诶，若是有心，就爱调养。来，阿母紧来去订一个补，互你食。金枝仔讲，还是阿母你较会晓，摕一笔钱互金翠嫂去买补。以上，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甲我掠包诶？辛苦你啊，这读遮长。大家是摕较困去。嘿，对，真好困安尼，我啦讲耍笑，有真专心在听。嘿，我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拄则读的头一趴吼，就是第14趴，迄头一段遐一巴肚会开，无通透，无通透，无当透。我毋知迄是拍毋着字还是安怎，因为迄册甲山顶拢共款呢。安尼可能是无通透，即可能就无解清楚啊。若是讲无通透，就是无法度透啊，无所在通透，佫讲会过，啊毋过无通，无我可毋知，都毋知是拍毋着字还是安怎，嘛有可能是写毋着啊，对无？可能是无当，无当透。也是无通透，这嘛有可能，因为你若讲通是迄款有通过迄款意思呢。迄个壁甲烫到过，迄个意思。好，感谢啊。还佫有啥物所在？若无咱就佫刷落对21趴开始。啊，无阮请话曲，好无？咱甲读3趴。好，请。金翠嫂去大兄的遐跳一跳药，摕转来厝蛇，乌乌苦苦一大碗药头仔放来，互金枝仔啉。这药苦是苦，上解补，加啉寡，婴仔咬大汉。哪知迄药头仔啉落去，人煞无爽快，腹肚起假疼，半暝起来流血。煞连婴仔也拼拼出来，夭寿。迄金翠嫂去大鱼的遐拆药，迄是啥物补药？结局是一帖落胎药。迄婴仔流出来，身伫活桶呢，乌乌红红一大块，甲看，偏目水好好，有骹有手，阁是查甫的。迄做老母的，哪拼血哪哭。无睬我的查某囝，金翠嫂劝伊讲：你哪会遮戆？这婴仔毋知甲啥人有诶，生出来有老母无老爸，一世人注定歹命。要是安尼较好积德。金枝仔哪好？用阿公请大汉，互伊读大学。金翠嫂心内骂：读师学较紧啦，读啥物大学？真是一个戆查某，迄跋桶放去边仔，甲金枝讲：这代志毋通互人知，遮个物件明仔载阿母来甲你处理。金枝仔毋甘心，又搁哭，枕头底拎一笔钱出来，互金翠嫂。阿母，拜托你买一副好棺材，互婴仔。金翠嫂钱摕落去，念伫喙内。死囡仔一块肉，生出来也无伫喙开，甲遐功夫，搁买棺材，莫怪迄老冲头看到钱就贪，棺材钱就想要省起来。过两日，婴仔按跋桶鼓起来，新闻纸包包好势，放伫菜篮内面，顶面盖两块破布，寒咧就出门去。家己一个菜篮寒咧，通来到浮仔寮南边迄个竹仔篮，过过去，就是一大片蒙仔埔的所在。迄时透中昼无人，金翠嫂来伫竹铺骹，坐落来歇喘，雄雄竹仔篮内面装两只狗母出来，一只乌的，一只白，目睭银乌乌，喙仔开哈哈，喙烂鼓鼓顶，迄
迄狗母鼻仔上灵，闻着菜篮内面的味，知影毋是肉就是骨，肉内着抢。金水嫂看到撞来，赶紧菜篮仔放落，爬起骹着走。念伊一阵狗仔惊也肉来，菜篮仔夹来夹去，一个夹一喙。可怜一个红婴仔，无10分钟，连皮挂骨，食甲清气，连迄破布、新闻纸包婴仔捌着花，嘛吞落去，剩一骹菜篮夹甲脆也伫遐。好，以上。好，感谢话剧替咱读这3拍。歹势，拄则起先吼，袂记你先甲话剧讲，就是拄则话剧读的头一拍、21拍的所在吼，第二抓大耳的遐贴一贴药，摕倒来转，这个转吼欠条号，欠第7条，安尼，拄则袂记你先讲，歹势。过来吼，共款21拍尾啊，遮上尾抓，结局是一贴落体啦，吼，落体药，拄则听话剧读做落体，过来。是22拍头一抓的所在，迄个神啊神伫波桶，迄个神爱变掉，变第7条安尼。共款到22拍算落来第4抓，到尾啊遮生出来，有即个轻声生爱分条。好，过来咱看585页这边的，我是对顶头算落来第3抓，迄个是。拜托你买一副好观察，互婴仔，副爱变调，买一副的副，买一副好观察，过来就是这个观察。好，个加看落来，第7抓，过当日婴仔按bod桶鼓起来，这个所在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这鼓的意思就是有甲卡啦，甲卡起来的迄个意思，迄个动作，安尼。以上就是我要补充的部分，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补充？安样先讲，就是伊读的上尾拍遮一阵狗仔囝，嘿。一阵狗仔囝，好，感谢安样的补充。好，大家跌破卡，跌破卡好，感谢两者补充。过来剩最后3拍，咱请迄个。敢也有伫咧？我有一个。尾啊，甲头刷安尼，好无？尾啊，剩尾啊3拍，感谢。金水嫂互狗母惊着，大步细步直头撞转来厝，踏入门内，金鸡仔徛伫门边，手里点一支香咧拜。金水嫂讲：“你当放心，迄下仔阿母拢甲你创死事啊。”金鸡仔拄则饼会了，面色青顺顺，心内感谢阿母，又搁啉一杯钱互伊，讲阿母，搁拜托你，请一个师傅甲下仔念经，互伊上天去。金水嫂讲，实在有影，也是做老母的想了较周至，迄笔钱嘛是搁摕入去。那即项代志就安尼过去，了后有一站。用真久无来找金鸡，总是阮无聊自从番仔田边赢煞来了后，鸡仔闹热起来。特别是弄球金甲金翠嫂即款所在生意加真无闲，就是因为安尼发展以后，社会变化去，有人挂菜篮去蒙仔埔的情形时常来发生，一直到迄年热人。月真光，真圆迄暗，伫迄个所在，第一摆狗仔真梦空，以前毋捌发生过。就是迄个以后，开始有人讲狗食人的代志，渐渐谣言宣传出去。故事若会外来狗，毋是好物。因红鸭仔食了惯势闻着蒙仔埔的人肉，月大光的时，就会规定伫遐真梦空。嘛有人听到规暝狗仔吹狗螺，声牵甲落长，就是关于即几点，詹先生有写了无明白，因为伊是写正史的，凡是关系边仔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外来狗的代志，伫美丽岛真严格的戒严下底，惊去得失到政府，影响到因的名誉。
所以拢无写起。但是咱真知影，阮美丽乡埔仔寮农村社会的变化，发展到像即款人食狗、狗食人的代志会来发生，其实这拢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这点我恐惊有人会袂记起，所以伫遮特别做一个补充，家己号做乡事补记，因为自来我毋是啥正史的人。好，感谢 NM 替咱读上尾这3趴。我其实敢若有听到即个字尔，就是你读的头一趴，规篇文章的第24趴。下骹算起来第3纸，请一个师傅甲婴仔念经。师傅就是迄款念经的师傅，若是师傅，可能是做技术工的迄款师傅，才会叫师傅。以上是我一个字的补充，毋知其他的朋友敢有看到字要补充的？我有一个所在，就是第25趴第7纸开始有人讲狗食人的代志，拄则若像狗有变调变做狗食人，狗爱分调狗食人的代志。好，感谢阿杨。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假使讲若无吼，我想要来甲大家讲一个吼，咱今仔日咱头一篇读的即个乡事补记的内容啦吼，是为陈瑞先生吼所写的即个为唐书这边吼开始的。唐书这边吼第1章甲第6章的所在，手头若有册的朋友啊吼，会当现即个275页的所在。规头的部分都是伊275页所在，过来伊内面的内容啦吼，就直接刷来到即个301页所在。所以讲吼，大家若有趣味，会当伫咧网络吼来找出即本乡事补记，会当来读即本册。以上甲大家简单的补充。好，感谢阿明。咱继续读咱的第2篇，即篇是全部拢是白话字，敢若册顶有，线顶是无的，所以咱就开始读哦。即篇总共有10趴。我想讲是毋是轮到安阳啊？好。好，头前3趴，好，感谢。有一个补充要甲阿杨讲一个，就是讲咱第2趴的所在头一段1998尾甲看一句，我紧句啦伊可能迄个条号写毋对去，应该是第3条，伊写做第7条，安尼以上。好，感谢。30档特刊回应，乡事补记为台湾通信55期讲起单位。台湾通信55期内底有一篇第1篇小说，写埔仔寮古早男主客一个小番社的小人物甲客世的外来恶狗请拼的故事。75页的小说，无料想后来生机发晓，成做一篇400多页的故事乡事补记。1998到2000年中间，我根据原来的故事，甲伊填写做白色恐怖时代埔仔寮的总统案。这就是后来唐书补记的第1章到第6章。所以乡事补记的起头原本是埔仔寮白色恐怖的故事。后来有一项真意外的代志，致使伊换骨当大人，变做一部为19世纪初到戒严令时代的长篇小说。好，以上。感谢安阳，我无听到什么字呢？其他人敢有听到什么字？我嘛无。无哈，若无是毋是换阿明啊？2拍互你吼。好，我来开始。好。2000年的卡岛有一位熟悉第30档的好朋友，一日无代无志，甲我闹一句讲，我是烦啊，我就是伊伫讲啥的。伊摕因兜一本时代的户口填本互我看，内底伊的阿公阿嬷、老爸、阿叔甲阿姑的名下底拢写一字“识”，就是识番的意思。因是政府认定的识番平埔族，我惊一跳。伊甲我看起来共款，拢是台湾人，哪会是反？倒位顶打去，雄才了解，原来错误的是我。
我一直甲台湾人认毋对去，想讲反仔毋是台湾人，台湾人毋是反。这项代志，互我检讨台湾人的根甲认同的问题，才了解遐个捕仔寮的小人物，其实甲古早反社时代西拉雅人分袂开。近代基因分析有证明这个关系。如果白色恐怖嘛，毋是1945年以后才开始的。古早西拉雅人所忍受的外来人残忍的迫害、文化灭族、流汗流血、流目屎，比现代白色恐怖有较厉害，无较辛苦，会使讲是连续降一个米。以上。好，感谢阿明，其实无啥物问题呢。好，感谢啊。好，感谢阿明。其他的朋友敢有想要讨论呢？敢有？若无，尾客咱剩586页的上尾5趴，吼，你要读2趴还是3趴？互你拣，吼，你剩的咱就请 MN。安尼我读2趴就好。好，遮尔客气，好，来请。2000年以后，我甲捕仔寮故事的时间线牵长，去到19世纪初西拉雅的时代，舞台为捕仔寮搬去到西拉雅的原乡，借用八个西拉雅家庭甲因的后代，伫过来200多冬中间的经验，甲白色恐怖的故事连接起来，写做一部台湾番，台湾人长大人集体的故事《乡史簿记》。西史簿记第1章到第6章，伫2001年到2003年中间完成。内底重要人物的故事有南山分集刊伫这我毋知是啥。台文通信台文通信多谢台文通信89期到165期。好，感谢大家。好，感谢维克。嘿，大家敢有听着啥物字？想要听菜讨论？无，好，感谢。MM 毋知有闲无？有哦，好，安尼就上尾3趴，互你来做一个结束，正。好，乡史簿记随网起手为捕仔寮的白色恐怖写起，毋过头到尾也会使看作是一部19世纪初到戒严令时代的白色恐怖故事，因为西拉雅人文化灭族的经验，本质上甲近代白色恐怖完全同款。结局伫乡史簿记的内底，台湾人甲台湾番的兼族群认同连做一伙，又搁因甲外来人不幸的经验嘛是同款分袂开。写乡史簿记的中间，学到真侪代志。台湾地理、历史、乡里的传说故事，这个物件，若毋是写乡史簿记，是无机会会去学到的。第55期内底，小说，亲像一粒细粒种子，伫台文通信的园地渐渐长大，成做一丛大树。这就是创刊书内底写的。台文通信要甲一拍要花去的火种保留，互台湾语文继续振根生炭。好，感谢 MM。其实无啥物问题呢。嘿，就是切第10趴吼，为下骹算起来第2抓火种。嘿，这个字甲你进前有一个字，敢若是安样有讲着吼，迄伊的音啊，你可能较无甲伊甲爱的音甲伊连做伙吼，是火种吼，毋是火种。嘿，补充即字，大家敢有听着其他的字？若无，今仔日的时间是有用较济，因为咱的内容嘛有较长嘛吼。
今仔日8月29拄啊好，陈瑞先生诶文学册展嘛，今仔日结束啊，毋知影大家敢拢有去看？无去高雄看。敢会当伫咧线顶安尼看人诶相片安尼？其实我较早嘛无读过陈瑞先生诶写诶小说，我感觉即遍读着，感觉真趣味。拄则阿明有补充吼，就是咱要开始读8月2即篇诶时阵，伊有补充讲，咱第一篇诶文章，伊其实是有收伫咧《乡书补记》即本小说诶当数内面吼。你若是有趣味，会使去买即本册来看，应该是阁买有啦吼。阮线顶嘛有一个乡书补记诶读册会，你若是有趣味，拢会使甲迄个主持人讲一声讲你想要来参加嘛是会使去参加。毋过我知影因诶进度已经读到200几啊，所以你若是想要参加，就是是无要紧啦，头前家己补家己读安尼吼。拄则阿杨有要讲话，是毋是？可能有一寡人有看到我今仔日伫推特顶悬写诶文，就是今仔日是上尾工，毋过我知影讲主办有咧想讲有按算要甲册展搬去线顶，册展伫实体，你着用摕起来显当然线顶就无法度啊。毋过线顶嘛是会介绍讲，就是陈玉生是谁是安怎，伊诶作品对台湾文学真重要安尼。若是到时有伫线顶，我则阁甲大家讲安尼。好，感谢阿杨诶分享，我感觉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也感觉讲看即款文学册展，我是个人我会较介意去现场看，因为因伫现场诶布置拢是足用心诶，吼。就亲像阿杨讲诶，因会使去现迄实体册，我是感觉可能比线顶安尼一个人伫遐看搁较趣味啦。当然，因为你若毋是讲住伫咧展览场所诶附近吼，譬如讲即届诶展览是伫咧高雄，你是咧台北，遐尼远可能走一转嘛，毋是遐尼简单诶代志。若是有线顶，对住较远诶人来讲嘛是真利便。好，安尼咱2篇读煞，大家敢有啥物想法？我是想讲，文章内底吼，伊有讲伫咧台湾通信第89甲160几期啊？所以看无去啊。165。165。吼，迄个章节内底吼，我毋知伫咧倒一期有啦，你爱家己去小可找一下。吼，迄线顶诶资料拢有。伊若是想要就是讲看一个，其实会使去线顶先看。毋过我感觉上好诶方式，想要读伊即本册，是爱去买册啦。即本册嘛无贵，因为300几箍。这真值得你该收起来，收伫你诶册橱仔内底。好。我要简单补充一下吼，因为我当初咧买这本《乡书补记》诶时阵，是伫咧线顶诶册局，或者三民册局三民书局啦吼。我是要甲 MM 讲，你若有对这本册有兴趣，会当去这个三民册局去敲做看卖咧。以上。好。安尼，若是针对即2篇文章的内容无所在要讨论，咱就差不多要散稿啊。先甲大家预告一下，咱后回的读册会是9月12甲9月26。感谢今仔日伫咧线顶所有参与的朋友、读册的朋友。已经无伫咧线顶，就是头前无说字断线，无搁入来。希望讲因会去听咱的 podcast， 会听着阮直接甲伊回一个息咧。好，安尼感谢因参与的朋友，咱车帮放送局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读册会，咱9月12线顶再会，大家晚安，拜拜。大家再会，晚安，再会，拜拜，拜拜，拜拜。今仔日的语词：人家、大富翁、青青、品行、灵婆、
老体观察情梦控名有名有